3年出一个状元，10年才出一个小生。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甲文化部办理传统艺术接班人自园演训计划，结合民间主管，这4年来有训练24个学生，有前场也有后场的，因伫今仔日结业，学生甲老师奉茶，老师也送礼物给学生，表示祝福。正月尾22，大红花轿看好时。 适当的功夫做一撮展现伫舞台，毋是科班生的陈建明，因为一份兴趣甲亲友的支持，参加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甲文化部办理的传统艺术接班人自传演训计划，经过5000多点钟的训练，伫今年出赛结业。这4年来，我为袂晓，才会骹步手路，到今仔日会当徛在舞台上，4年做4出大戏。 我拢做小铁仔，拢办较歹的。但是对我来讲，人生当中最突破的日子就在这4年。设计生向老师奉茶，老师嘛回送代表团成的礼物。歌戏导师孙翠芳感念学生用心拍拼。扇子代表文戏，法宝代表你的武戏。希望你们以后文武双全，有艺术很重要。 但是品德更重要，以后你们要传给下一代，那才会传出更正确的一条路，然后更棒的一个艺术文化的善的循环。团结中心的自传演训计划结合民间资源，由布袋戏、歌戏、客家戏甲京剧的前辈来担任导师，将学生带伫身躯边训练，为的就是传承传统文化。 这个接班人计划呢，其实是把一条产业链，传统表演艺术的产业链拉起来看，从呢人才的培育、展演，一直到就业，能够把这个表演艺术的支持，传统表演艺术的支持体系给完整的建构出来。团结中心表示，戏曲的传承必须要有实务的经验，未来会继续推动增加台湾文化的高度。记者麦上英社桂林台北报道。